如果唔係親眼所見，我真係唔夠膽相信。隔離街珠海賣3萬蚊一平方，呢度價錢僅需要珠海一半都唔到啊，就可以攞低呢一套107平方嘅豪中4房單位啊！雙陽台南北通，非常之舒服，而且更加誇張嘅係佢贈送咗40幾個平方米嘅一個大房間俾到你，所以你嘅實際使用面積去到140幾個平方米，真係太誇張啦！去到山姆會員店，只需要5分鐘唔到嘅車程就可以去得到啦，而且呢一次做咗全新嘅升級3七開嘅中隔門豪宅標配嘅門俾到你。三星嘅5合1大人面式嘅智能密碼鎖，同樣都係交付標準。U 型嘅廚房帶埋西門子嘅廚房3件套、歐牌定製櫃以及涼把洗碗機都係交付標準。南北通嘅設計，主陽台咧就望住3000萬打造嘅貝爾嘉麟嘅園林，呢邊嘅副陽台咧仲係就可以作為你嘅洗衣晾曬嘅地方啦。大金嘅全屋獨立控制嘅中央冷氣都係交付標準。休息區感受下啦，公共洗手間帶有漢斯架嘅衛浴馬桶都係交付標準。對面就係可以作為你嘅爹哋媽咪房啦，你嘅兒童房啦就係我嘅左手邊啦，主人房啦就相當嘅闊落啦，帶有呢啲陶瓷嘅設計，擺低張2米嘅床啦，依然唔會覺得非常之逼啊！再入嚟我哋呢個空間，哇，比客廳仲要大啊！全贈送呢個房間，仲帶咗2個南北通嘅陽台喎。你呢度可以設計為你嘅衣帽巾啦、兒童浴立區啊，都係非常之唔錯嘅選擇啊！山姆會員店就係你屋企隔離啦，5分鐘以內都可以去到。如果你係中意行路嘅話，行路散步都可以去得到啦。去到華發商都係5分鐘左右嘅車程，返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以及拱北口岸啊，都係只需要10零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去得到啦。15000蚊唔到嘅單價，你就可以攞低呢一套山姆會員店旁嘅豪中4房單位，贈送你40幾個平方米嘅一間房間。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龍，我係小雅，點個關注，發你全圖資料。